Hello，咁繼續講神月嘅神月咧就藏戊月季啦，清明之後第七日之前都係月木嘅，咁第八日開始係癸水，咁過咗谷月節咧就戊土正位，咁誒其他嘅月令啊、見神日辰時咧有其他論法嘅，咁你可以參考。咁甲月日咧就新神月集氣印嘅，水庫啊，所以都係用正印觀星嘅。咁丙丁日咧就集氣觀，水克火啊，叫做集氣觀啊，都係要正觀透啊最為喜嘅。都係啦，三旺係喜財觀啦，新腳就喺幫身運啦。咁某幾日咧就集氣財，因為土克水係財啊，都要財旺啦，身要旺嘅。如果要坐住個比肩啊，樣樣咧就忌嘅，係啦。咁身旺啊喜財啦，身旺啊喜財啦，身弱啊喺幫身運嘅。庚申日係餘氣財，餘氣財講緊月木。所以咧得7日啫，清明之後第7日7日內先係叫個餘氣月木。咁冇呢個餘氣月木咧，個人就比較平平嘅，所以要睇下日時有冇其他貴格有啊就可以用啦。好啦，咁壬癸日咧就係自己嘅水庫啦，都係無貴可取嘅。所以都要靠其他天光見到有偏官嚟為起嘅，其他都要睇下有冇其他日時嘅格局。最忌見到正官啦、混雜啦，偏官咧都唔係咁好嘅，都會克到個偏官，雙官克偏官。好啦，甲月日為巳月啊，巳月嘅甲月木咧就為財貴嘅，見戊土啊就為財嘅。但係呢個土要旺啊，所以要見巳日啊，財先嘅旺，亦都明財身長身財貴啊。因為食傷身財啊，所以丙火戊土露咗天光咧就好啊。所以身要旺啊，財要露啊。坐陽印都唔係咁理想嘅，因為減咗啲格局嘅高低，即係格局會低咗。好啦，咁丙日咧就見六，丁又旺上，所以冇用神可以用嘅。見到其他七煞啊、日時之貴格啊，咁就好啲。會高翻啲嘅，又係叫佢長身財貴喎，咁所以有財路係最好嘅，即係其他格局啊，有長身財貴啦，要財路啊。如果唔見六唔見財路咧，就雙宮見官啦，所以要睇翻個格局嘅配合啊。好啦，某幾日就係正印偏印啊，即係印手啊，亦都係見六。見到丙火透光嘅時候就係正印，見唔到嘅話就見六。另外咧，佢喺度寫住壬癸節，即係正官財啊，即係見到財咧就比較好啲嘅。見六格見財，壬癸見水字。喺路觀星喎，或者行官印之地咧，忌雙官同埋忌雙正印嘅。見六格就喺見偏官，所以見偏官嘅話可以用偏官啦。自身要強旺啊。庚日就係偏官貴印，貴印啊，即係正印啊，偏官啊，因為佢藏咗戊土啦同埋丙火啊，所以佢係同官嘅。
咁啊，生肖旺啦，制到啊偏官啦，有合為喜啦，無合就要制啦。生肖旺啦，咁啊大運都係咁講啊，都係一樣嘅。如果七實太旺冇制咧，咁啊多妖，所以庚申日咧最為喜嘅，庚申日見七實多為喜嘅。好啦，咁再睇下有冇其他唔同嘅配合啊，譬如壬丙啊、癸丁啊、甲卯啊、乙己嘅，呢啲都要睇下佢哋嘅配合嘅，因為壬水就係庚金嘅傷官，咁啊變咗傷官制煞，即係呢啲咁嘅配合咧，要自己再論嘅。申日見正官就係正官格啦，因為丙火啊。咁天德咧係點嚟咧？都係自月見申為天德嘅。咁啊，再起官透啦，又要財啦，咁啊財官為喜嘅。啊，三合六合啊，咁啊再忌七煞混雜傷官見官。好啦，壬日就係七煞，亦係偏官啊，身強就偏官啊。所以有合就好 OK 嘅，冇合就要制，身要強。咁啊，如果正官露咗咧，就官守混雜啦，因為七煞同官星唔可以混雜啊。咁啊，身旺最好制合偏官啦，身弱就要幫身。好啦，癸日咧就正官嘅，丙火啊正官啊。佢唔用卯嘅，因為呢啲特色，呢個三命通會咧都係以正官為最好嘅格局嚟嘅。咁啊，用財生官啦，喜財生官啦，咁所以三合六合啊，身旺啊。咁啊，呢度咧最後邊佢講緊呢個大運咧，其實佢係講緊癸日，如果你身旺啊，咁啊最喜官印啦，正官啦。但係因為正印可能要寫錯，我覺得佢用財官。咁啊，身弱就用印星嘅，咁啊忌七煞混雜。好啦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